ธุสาธุอุปยอุปเสกจาจีว่าเที่ยวของช่วยเอาไปเต้ากินนี้แล้วกวยแล้วแม่นี้ตัวสีแม่นี้ตัวสีก็หยิบแล้วสิ่งนี้ว่าไปสวดจนติงเลยไปว่าก้องเท้า第二將至是第三節，最後將至節節，那是講我龜頭點聲，龜粒袂要緊，愛講嘅咁咪了。你叫我講人，即個好嘅人，伊在啲江邊擺即個落嘅風，東南西北，頂面甲下底，and then 負責教即個少年嘅，安怎樣叫做擺即個落嘅風面。將至我刷落頭一個方面是叫做當頂，日頭起嘅所在，你若是徛，你面挖起啲日頭嗰邊，是講我面前嘅位，就是叫做當頂。當頂伊講是要拜啥物啊？當頂是要拜囝，要安怎行孝爸母。and then 若是講囝要安怎行孝爸母，佢講啊，一個囝就要知五項。有了这个五行，这个囝把路行的路叫做拜这个当兵是拜着路，and 虾米是这个五行？头一项啊，这个囝就要想好好看。我出世来有妹妹，一日大，啲大路我来，这个上古大，食风咩？啊是，而且食風啊是食水咩？無，攏總是對媽甲阿爸的牽繩，特對我食牛奶。有當時人啊葡萄糖，有當時學蜜糖，啲大買來食糜，買來食飯，買來逐項都要食，逐對都食，三擺都夠完。三擺你講啊，你教完了，過是啲阿爸啲飼女，所以這個物件你要想，當兵就是我嘅爸母，我欠我爸母這個食，對伊人飼我食，我不要貪累，攏總是阿爸啲互我食，所以到你若是知啊，頭一項啊，伊就要想呢。伊飼我安尼大漢，有妹妹甲攤下間呢，三擺我攤下，對我啲摕伊食，and 把日我攤就累了，我要搭伊種，要顧伊食，所以這個就是講啊，伊顧我就要顧伊 ，and 顧啥物？顧對食，這個咱就要知啊，逐人愛人才有情。甲有一個有情，甲會曉聽話，一個啦才互爸母10分的滿足。一個人若是伊有情，但伊無聽話，本無路用。伊有情，佫有聽話，安尼啥物事啊？爸母飼你會點聲去知啊？10分歡喜講你會食，你會好事。你毋是你看一個囡仔，若是無食，一個爸母看心，安怎我囝買食飯，安怎買食飯？啲種啦，攞個女分啲開啦，所以看愛有情，แล้ว愛有講即個會曉聽話，即頭一項要知，我就要答伊情，所以阿爸阿媽老了未食頭路了，按佛教嘅點聲，今日嘅工課就要看我阿爸食夠業無，這是頭一項。第二項啊，伊做嘅工課。我應該就要鬥做，因為啥物事有嘅爸母真正巧着，有嘅牙肚頭佇趁食，有嘅查某佇牙尖山佇天抾，有嘅賣垃圾，有嘅賣粿，抾這個類做啥物？飼囝就啦。and then 這個今日伊做嘅工課，還未做，還未了，我要鬥做甲伊。所以若是講你人，若是囡仔較大漢了。會曉掃地看，早起拜6禮拜我無工，我也操手鬥掃，這個是鬥大人我阿爸阿媽嘅工課我做。咱後生但是看我阿爸佇捲這個物件捲袂起，咱總若是囝坐點佇看伊阿爸阿媽佇骨力佇拖甲袂起，
伊个啲坐点点，即个就是唔对啦。伊就搞，若是讲拜6礼拜来，我甲你斗牙斗工，所以即个伊做嘅工课，我应该就要来斗做。所以在我嘅点声是人读册嘅点声，是即个点声啦。有当时无学嘅时，阿嬷洗一桶嘅衫，也是洗厝扣即个扣迄个，也是个人嘅囝。虾米事本是要安尼，即个今日要来开，伊今日若是讲啊，伊真正艰苦，点声拍袂过，愈拜6礼拜应该斗骹手，即个就是讲，伊做了啊拍袂过嘅工课，我应该因为点声我要来拍拼伊过，即个就是讲啊第2项，特别即个第2项有2项啫，一项是在我嘅点声。愈要行后甲伊，行后虾米事啊？看伊啲艰苦，看伊啲拖磨，应该愈本嘅骹手参落去，斗拖淡薄。是愈真正无闲讲，不要紧阿嬷，今日拜6礼拜，确定我嘅父母我较慢才来做，我摊下加减我斗骹手愈，你看伊2桶嘅衫，愈够斗热斗洗，迄个就是讲在我愈行后伊了，但你死了本就行后爸母。真正一人死了，安怎要行后爸母？真有人听好看。人若是死，啥讲？假我阿爸先死，我阿爸先死，放血虾米啊？放血伊一个某，你知要教因一个某会点啥？伊活咧好，活咧好虾米啊？两人，你过我过你，你斗骹手我斗家庭，了我斗骹手你。所以阿爸话咧好，就是讲啊，咱一个只八呢，一个成立2人合来过一个家庭，真心咱来过。咱今日我要离开了，我愈啲过，应该我就要过愈到对。特别我今日我点声搞了，我要去了，所以放血虾米啊？放血一个老母，伊个母要放血家己这边。伊个工课做无了，伊偏讲要平平咱来平平大，平平受苦，平平有甜来食甜，要平平来会去，平平去。特别毋是咱的事格，因果的事格，伊个老翁甲你拖走，剩一个老母。这个老母若是啥物啊？你若是做好的囝子啊，我的爸的工课做无了，虾米工课做无了？伊顾伊个某顾无了，看下我要斗顾我阿嬷。佛教的点声就是啥物啊？古时阿嬷若是破病，有一个老翁，我人无事，那我带你去是找老君。了若是老翁无治了，安怎做啊？老翁无治了，这囝子摕到家伙了，拢总一人一路，老妈破病无人顾，所以这个工课是阿爸的工课做阿袂了。所以愈着佛教的点声，爱真心要顾咧嘛。较good，阿爸有电视，佮唔使安尼大顾。即个阿嬷话讲 fill in the gap， 伊一个胖，伊无人通参详，所以愈囝子爱特别行后甲阿嬷喂，愈虾米事？安怎愈一个来我带愈啊doctor看，愈虾米看？了有个人去食头路是去到倒落去到。做好巴鲁，也是讲有诶去新加坡去虾米？咱就是你看大部阿爸死，就死了后你看囝拢总转来了有时真过叫我去，捌到我一个，然后我问讲你偌久转来一道？伊讲我1年就转来一道。了看下你阿嬷甲剩一个孙呀，了安怎做啊？女人就拍算，所以摊安怎做？看要叫你老妈去大，唔知下暝，还是伊大做好吧？你后来你安怎做？你就要加减顾，你袂使讲放互老妈，破病就要顾，就要个安怎做？所以这个工课阿爸做无了，我要接落去。第2项你知无？有当时阿爸要断开的点声，囝个伊个囝2、3个还未出学。阿爸就死了，我安怎做？收盘了，我家伙摕了，我买了，你人的事啊，阿嬷你去顾，袂使。你做哥还是做阿姊？这个囝就是顾阿爸，人是我阿弟来，所以这个是阿爸做无了的工课，
囝儿就要顾，这就是讲啊，死了行孝。and then 阿爸就无了，囝剩4、5个，特别4、5个啊，在我的时有当时家伙本无病了，人讲拍个29命 ，and then 安怎做？这时我争我的家伙，我争我的家伙，争我的家伙，一人行一路 ，and then 一人趁食一路 ，and then 外面乱做，这个就是讲啊，阿爸的家，阿爸做无了的工作是啥物？伊爱的名声红红水水好好，特别老人囝日兄弟啊4、5个，看到像个狗甲猫伫相加相拍。咱逐人讲 ，Mr. 丹倒了，你看啦，伊囝甲伊咧，像甲狗甲猫，像个老虎甲猫安尼伫夹来夹去，所以即个就是无顾名声。因为虾米事？阿爸要爱伊名声，伊家庭好好平安平安。老人无行孝，无孝甲阿爸甲阿嬷，老人拍像个猫甲狗伫夹安尼，即个本就是讲老人无行孝。所以老人唔通想讲啊，行孝是有人嘅点声才行孝。咱这个是第二，假如阿爸做无了，你就要做。你就要顾来顾去，看来看去，这个就是讲你伫行孝。对阿爸无伫，我阁原在顾我的兄弟仔情。第三项，不得讲啊，做一个囝应该就要想啥物啊？我的家庭，我人是唐人的，我人的家庭啊。我人唐人行出唐人的风俗，番仔行番仔的风俗，吉林仔的风俗，啊是阿摩人伊人行伊人的 tradition custom 伊的风俗。所以咱唐人啊，像个阿嬷无伫了，啊像阿爸无伫了，剩阿嬷一个。但你若是讲女人有阵时阿嬷先过，女人想倒头边本是像安尼，所以你看若是阿爸就无伫了。咱就要想，咱唐人的风俗啥物啊？阿爸一路来，咱就要唐人定就要拜几道，清明一道，7月一道，12月尾一道。这个actually唔是教，这个是叫做 custom 风俗。特别啊，你无做啊，人爱讲，有当时亲像。暗惨惨，死鬼啊！家伙摕了啊，大本无，虾米本无，所以这个物件，了阿嬷佫是老古董的人，是啊啦，喂，囝唔捌讲啊，买无想甲伊阿爸做一下，所以阿嬷会开心肝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三项，不得讲一个囝儿就要想我阿嬷呢爱我人的清明，所以妈妈。我互你30块，这清明的钱，我无点声，因为我食政府工，所以30块你。一个囝30，搁一个囝50，搁一个囝若是较有钱的100。阿嬷拍会过，你逐月日你互伊几粒，说清明的点声无，所以这个叫做做囝儿要想甲唐人的风俗，这清明爱拜。有当时做7人爱拜，有人攞27无做37、57啊77一样要做，伊人要做伊人的事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得讲啊，爱想甲家庭的风俗 custom， 你就要加减做。and then 有当时，像阿爸伊真正够做人的点声，伊若是亲情5月到了破病。伊本去，伊无空手去，伊定着买淡薄物件去。咱若是讲去看亲情，讲伊较无钱，咱去淡薄物件甲淡薄钱。我知讲我爸逐月故事，我积我虾米较艰苦，我爸逐月带我人去，验物件去。他那阿爸无伫了，这个 tradition， 这个 custom， 不应该咱掂的甲。咱若一做会到，咱本去看咧老阿伯、阿姐、阿伯有较好势无？这边我攞100，一个较会得过，较爱买得过20块分下，10块分下。这个是咱唐人的风俗的 custom， 所以这个3项老人爱知。第4项，
有的老人啊，安怎欠生欠死，一定就留淡薄手尾类，互路人惊字。按这个手尾类留就互惊字啊，唔通一下领落去呢，马仔去挖一个较济淡薄，and then 老年呢，就会扑街了。所以，大部那是好的物件，不应该咱做一胡闹的了。搞的人不大讲啊，伊就是要搞啥物？伊这啊，这个我八村的教会，应该我搞好好，搞到三百一起色，也是想讲有谈啥物物件，我直天，甲三百买来这个教会，直大。and then 我唔是讲我爱呢，我想到好事，应该开我开，应该要好阿妈我好阿妈。应该我开，应该我做咩？有村呢，我爸所谓惊字，唔通讲阿爸这事我接受了，该3个月扑街了，无半行了。所以那是搞的人，这第4项就是一时，咱的这个阿爸村的物件，一代咱放开落去。特别我知讲真正坎坷，有时赚着娘。我知我一个朋友，伊一日呐，迄一日伊赚领100几千，伊也罢死。头一暝呢，伊去跋叫大山骹7000了。头一暝呢7000啦。我听讲6年后呢，无了，计会了。所以这个不应该咱做，这个是第4项。第5项不到家，咱的阿爸安怎好还是安怎无好？不应该讲伊死了，拢总虾米卖做，爱保持。因为虾米事啊？一个人要对开的点声，伊有时10声的时山来。有当时伊想讲，唔使惊啦，我袂要紧啦。咱伊想甲别项，接触甲别项。有的人伊若是较少年时看下无，我来死都唔通对人。所以这个甲了就是叫做贪钱痴气。贪钱痴气，伊无贪做人，特别无做这恶的人，你去到咯，伊出事做恶鬼。所以你看有的人啊，厝无鬼无虾米，但无点死了，安怎说有鬼？所以这个就是咱明白，伊做鬼条，因为伊唔敢离开世，这个家庭，有时接触伊无惊。有时接触伊教会，有时接触伊名声，有时接触讲伊厝要我大这间厝安尼，唔得了，做工做甲半死安尼。所以这个伊有接触，伊无贪做人，无贪做人，伊出事做恶鬼。不大讲，各人应该那是讲啊，阿爸阿妈来无较咩保持，这个保持啊，唔使讲体格就要7日，还是14日，还是21日免。虾米点声你想着伊呢？你爱保持，你保持。有当时拄到7日是拜5晚你做工安怎做？拜6落去，第8日都袂要紧。第8日个时我无用哦，第9日落去。你讲啊，今日我阿爸做切，够了。咱是不是行到切？了个阿爸在天台，安怎我无来拜我？安怎我无来拜我？今日我来顶死。这个个了无，所以在这个 time and space， 阿莫话讲 ，is a concept。我意见爱保持，咱保持逐个爱保持啥物啊？食、穿、大，甲有当时咱保持看药，所以你看逐个人好物件好回想。听到有啥物啊？食物件要保持，穿啥物啊？有当时有钱的，伊互你一条假设。有的人伊无较无钱的，伊讲我互你落地包水满，要非常摕来做水满。still 我买，我互你落条的饭油，你食饱你去喙，伊包伊袂伊会包。所以有当时做恶鬼，若是讲伊真正无福气，无3箍通穿。所以你这边保持包，伊有3箍通穿了。and then 大有当时人叫你地缘，像是暗啦，虾米起啊，未起，这个虾米叫这个虾米楼不管在的楼我保持，这个是大，所以伊8日伊无坎坷，把些大 ，and then 破病伊人好药，所以这个4项逐个人好，
然有当时有伊人互喙齿膏喙齿面，特别女人我毋是甲你讲，你渐渐摕喙齿膏喙齿面啦，咪都是规罗里的喙齿膏甲喙齿面了。啊，我是讲安尼，互人听是一个事项啦。所以这个就是讲，你拜当兵着路，啊，会记头一项，因为讲啊，伊告我就要告伊，因为对情甲对听话，对俗。第二项你要知，伊做无了的工作，我就要来做。第三项，咱当人的 custom 也叫做风俗，咱应该就要加减对。你唔通讲啊，阿妈这个我无信，那个我无信，听阿妈讲，是鬼有咱你相信，伊这个无相信，咱你好咧嘛，开心肝。啊，走你拜了煮食，你本食。所以你若是想爱食油菜，阿妈煮油菜，你趁食。所以拜这咩 tradition 你加减做淡薄，and then 谈了的教会唔通算个了，那是狗一代过一代落去，and 第五项爱保持，and 这个就是讲你拜当兵着咯，and then 爸母呢，伊本就要。伊有了这个五项，爸母就要想甲囝本是大人五项。头一项啊，若是爸母好的爸母啊，伊教伊囝啥物啊？伊教正唔通好诶囝做恶。咱逐人希望咱诶囝到落一个爸母讲，虾米囝来都无要紧啊，特别你来就差的囝都爱无，无人爱哦。所以希望讲我的囝乖的囝恶唔通做，虾米事唔通恶你要知，唔通杀生，唔通偷窃，唔通去乱做，冲敌人的某囝，这个三项，这是叫做上古做的。嘴的唔通教我的囝，你唔通食甲歹呀，乱讲话，你唔通骗话，你唔通西抓龙厝，你唔通去圣地四山假如四山命。除嘅四项，心嘅三项，唔通点点贪心，唔通点点去圣地，唔通点点妄想。你教你囝这个10项，你是真正好嘅阿爸甲阿妈。你来知无啊？大啲出来，正是最是头，大啲出来是头一个学堂，最是咱嘅先生。阿爸阿妈是咱的先生，这个你看阿妈教的人婆，啊，这个爸爸，啊，这个阿姊姊，这个哥哥，这个阿公，伊教路人家有礼貌，叫阿公食饭，下面这个教了是爸母去教个了，特别有的爸母真正来咯，伊教也讲唔对咯，按这样，伊好物件。还没收入好，我不会回来了。了，家看，我弟弟啊，是鬼他顶要食饭，无了啦，有啦，开看弟弟。然你看阿妈教伊讲，我互你食，这个是哥哥的，你唔通讲你食。所以看，好，我若是好，我就谈。and then 谈了你看，伊叫我讲骗话。所以教你囝安怎骗话，安怎捞物件，你好你在这谈，然后骗话，所以这个就是唔对的咯。那是教的爸母，一句骗话本袂使。虾米事他经要食饭了，他那我唔是买好路，他那你来食落去，他那你无食饭，假如无食饭，听爸爸带你去路馆看拍针好路，你讲好伊听袂使。所以这个就是家囝子丢咯，禁恶。第二项啊，你知无啊？爱做阿爸阿妈，伊的责任要教我的囝做好。安怎样要教咱的囝做好？要教咱的囝大量，人讨啥物物件好人。有通食无通食不要紧，你无通食，你倒转来找妈妈过好路。人家甲你讨你好人，你教伊会好保持。这个你若是要保持，新你唔系讨，
伊若是做无鬼来，你该讨伊卖好路；伊若是天顶落来，你该讨伊也好路。这个就是好，但比你来看伊个啲病起嘅事，唔通可以食，你袂无拿爸爸个好路加淡薄，你可以了我好路，你无可以我无好路，啊，好掉一撥好路，即你教你囝安怎保持，安怎大量。你有诶教伊囝啥物啊？嗱，爸爸拍，牙插哭落去，这个本唔对，安尼虾米事啊？咱要知大是大，细是细，教诶爸母阿爸。and then 你看，那是搞嘅囡仔，你叫阿爸你晒樣，伊晒樣，你叫拍唔係，蝦米事伊唔係 ，and 伊是好嘅物件，伊知買。但係那是啲地擊嚟，你叫拍，伊是拍到你頭殼精，所以這個不應該咱教伊安尼物件。所以第二項啊，愛教咱嘅囝安怎保持有正學。第二項愛有戒，有當時有嘅囡仔啊。虾米物件来拍也囡仔输，伊阮一个家抓，阮一只神堂，伊阮虾米物件不落有红下，伊调啲白起，你讲袂使做，伊如来做，所以这个咱慢慢教，直直教，所以金恶了不要紧，直直做好，做好咩啊？你唔通做伊了，你去善伊，你看哎呀，你看你做伊未背了，你系。你害着伊啊！等下我就牙卡，我你卡我压去治好无？伊讲我唔系，人家你讲来听，就是达你禽兽惊听。等下你做伊了，伊一世人未背了。所以讲啊，伊人有脑会通想了，伊人未来伊人会自闭了。人就自闭啊，你惊白只是好嘅惊。所以咱爸母有当时无教这个物件，你就要教，细汉啊，爱大量。爱写修咧界，我还咪买去做事，爱有吉善。了人嘅物件买头铁，若是你爱，你家讲哥哥啊，你物件要互我一地两地卖。伊若是好你就好，伊若是无好你讲我妈妈听，我家推买互我，咱妈妈咧有伊好你，所以你教就买头铁，了乱做你细汉一无。and then 这骗话，咱就要教，袂使骗话，袂使虾米。and then 买食酒、啉酒，有个人啊，29岁，囝细汉，啉啦一杯，了后时阿爸来出事做人，趁着4、5个囝，三无识嘅，虾米事三无识，咁样我真歹命。and then 你去看，我人大啲单用软单，我人怎做人？那是一个小嘅，我人写一个form。and then 我人去查伊家庭，3个囝空坎，安怎我都无做这，安怎我有3个囝空坎？and 你平时你伫做人嘅时，啉一杯啦，无要紧啦，今日29岁啦，食啦，囝莫食啦，and then 囝偷食，无食，妈再过一杯啦，食啦。差不多啦，未讲无上好食啦。第3日食啦，这安尼唱。第4日你唔使讲食啦，伊纯酒去落了。第5日、第6日、第7日，你教你囝安怎食酒？安尼你囝拢总自己咁掂食酒，咱怎做啊？拢总把就要出公大，安尼自己教是你教。而且本来啊，安怎会惊3、4个空坎未？是这边一无明白嘅人讲是人才正，有影有正，伊正伫对伫倒落来，讲来讲去是对因果来，因果来就是有个人做安尼，食啦，惊调了本来是调嘅是，唔是讲伊食呢。含头铁阿咪就要去买一白就食，所以这个就是讲啊，金恶头一项，第2项做好一项，保持有戒。有个人细汉，你知无？因大人啊，细汉伊人会晓坐善，但比坐着善无着善无要紧，但比会坐着吃2点钟，你来会可以坐
若是袂不要紧，你家己有保险有修改，是教育好的囡仔了，乖了。第三项，做爸母应该教囝后过好趁食，因逐人想我的囝把日趁食熬熬，因安怎做？你看逐日来暗来讨啥物啊？有做嘛？喂，保庇啦，互我的囝趁8下啦。特别日看 TV 看到2点啦，不要紧啦，你2点的你写伊无做啦，8下可以趁啦，你阿家会趁未？无读伊未趁，所以人爱囝希望伊读册高高，而且读册高高是对这搭落来，细汉你就要教，应该佚佗你佚佗，应该出来读册，你出来读册；应该起，你起；应该斗骹手家庭，你斗骹手家庭。所以这个是阿爸甲阿妈的责任。所以伊讲第三项是讲 give them an education so that 伊后过会趁食。特别真正济有的人啊，我的囝真正戆呆啦，袂读册。伊若是袂读册，阿爸阿妈的责任。我的囝袂读册，今日读 A， 马仔讲 B。他那个 C 讲 D， 所以不乱，伊未读乱要做啊！你牙拄头，你介我知，我教你牙拄头。你人再看要夹一个番薯箱啊！你人若是无 training 啊，夹你番薯箱，上到你人伫做梦呢，碰的呢。这里唔是，那是要夹番薯箱，你看伊人够夹，切，一个番薯箱了。咱就是两3日才一条的番薯箱，咱教的人，伊教伊叫啥物啊？伊叫 crop rotation， 我同人话袂晓讲。伊人教的人啊，即季你栽番椒，后季你要栽啥物菜，后季要栽啥物菜，安尼嘛你才伊啊无话讲，伊的soil啊，会啥讲会练个了，会大项有。做煮栽，嗰个3个月那一出，那一斤2块，买来变400钱。所以这个他那是叫做 opportunist， 应该不得，这个那是讲个价，伊叫 crop rotation 啊，这个时间你就要栽啥物时间你就要栽啥物。所以你知伊个囝，我的囝是读册袂用，你要叫伊做老官袂，你叫伊做老爷袂，所以我教你趁食这个路，你较教的你可以趁食。所以这个就是讲 give them a good education， 希望讲把伊趁食真正好。第4项，达的阿爸，达的妈，希望啥物啦？互我的囝，我后生趁着好好的某啦。保庇啦，辅助嘛，保庇啦，行讲大伯讲3讲7讲6，行讲啦，大人保庇可以趁着乖乖好好的囝。哈咪说阿妈busybody噶，你要猜我要教因住住。阿妈阿爸唔是busybody，阿妈阿爸跨心。安尼阿爸阿妈希望讲我的囝白日会富贵，教因的日甲300一老。伊个红家真正好，真正亲，唔是讲阿爸阿妈 busybody 3句6婆要来栽看，我要教因住住，是你要教因，还是我要教因？这句话唔通讲。伊样爱是啥物啊？这个查某白日来做我的新妇，乖无好无，会晓做工无，会晓举针线无，会晓煮食无。有个人啊，你去教因就一个查某。每按照煮本袂晓煮，你叫伊讲杀生咧安怎做啊？规只鸡掺长啊大笼中落落去，咱压起来啦，咱看那个生咧便便，特别乌起来，啊呀长啊大笼中甲了有滴。所以这个啊，达人希望讲，我的囝希望讲，白日趁着一个好好。咱有当时教因了啊，阿爸阿妈本头转看啥物啊？看伊人讲话真正好无亲无，若是讲看到伊人真正快乐真正亲，伊人目睭看哎呀，达啦看了真正好。佫趁着一个佫一个
新妇阿瑞个老婆阿妈即鸟家五官阿瑞暗暝困，伊本来流目药，阿瑞为惊夹在啦，天公我你真正好啦，好就安尼查某。这个就是阿妈的阿爸的责任。第五项你知无哈？咱这第五项阿爸阿妈，伊有村的家伙也是虾米？有的人国家有这若是查某咪进去了，若是玻璃村啊、叶厝啦、叶园啦，应该咱9点声，咱放迄角互伊人。真正一个人唔甘愿放，要听台虾米？听第4，按死了你知无？若是你家伙上济，伊摕48%，48%呢，100千，你话你再赚60千，40千就摕政府吞去了。所以真正一项，有个人讲啊，我较早互伊，我本惊，他等我老人所变款。所以定定到3摆过头点声，这人讲啊，定是惊死，放是惊飞，所以又唔敢定，又唔敢放，本是真正坎坷。安尼虾米说，真正一个人啊，谈了家伙，伊讲无相款的话了。所以这边人我讲听一条短短的故事，大啲故事，大啲这边啊。我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点无点啊，伊一日我问伊讲，安哥，安怎你家伙阁无想分哦？哎呀，我唔敢分啊，虾米事唔敢分？等你讲一条故事，一个人大伫槟榔，故事真正出名有雷，阿毛老大间 ，and then 伊个一粒后生，无查某无虾米。and then 你看伊囝，嗰是真正乖 ，and then 娶到新妇，嗰是乖的新妇，老人是 university 的人，所以这个老人真正得啦，新妇本乖，囝本乖，偌好，这间阿毛老好囝，只好囝了大，计无偌久，这个囝破病。破病了死了你才死落去呢？家伙一的，人知一哇，无会了啦。and then 你知无观察到啲外面听，一堆呀 university 的人拢总来 condolence shake hand 打路啦，打来打去，and 你人食入去酒啲后尾 ，and then 这老人讲。我的囝观察本也未出，你人到底后尾啲食乌狗味 ，and then 买来只出了掉跌了，攞一批来互老人 ，you get out of this house。所以这个有时人想看，这个我是讲互人听，了我有互人讲白，互人去考虑看。上早好本是惊，上晚好晚本是惊，伊人未晓做。特别搞的人，我想，若是讲伊我只真正讲过几百万的人，特别我今日是万杀啦。若是我有几百万的人啊，我爱我的囝对我，咱9点声范围摆设，你去倒落，开倒落，你去这个保会，你去倒落，安怎发苗，你安怎来割，安尼调啲放互你囝，今日礼拜你去发苗，你去做。这个物件就是教伊人，按照这路就倒去，伊人会晓做这个物件。这个是讲 training them， 但是爸母无虾米爱做安尼款的工课，所以这个是叫你关啲当兵着咯。and then 你知话，앞到当兵了，我到对正手兵，我到对正手兵就是叫做蓝兵。这蓝兵不知讲就是虾米啊？是一个学生甲一个先生，把日你人囡仔大汉了，你人自己就去学堂，去学堂了，你拄着先生，你本该有礼貌，特别这条啊真要可笑，阿咪说啊，他那个人无虾米行礼甲礼貌，无礼貌甲这个先生，你虾米事你知啊？
应该咱若是行人，若是拄着先生 ，Good morning sir， 若是这日头是 Good evening sir。那有当时先生冇都甲停了，咱一搬也扯出来，夹出来。咱如若是大着边仔的时啊，don't care， 袂使，我去斗卡笑。所以这边啊，不大讲南边就是讲学生对先生。而且学生对先生不大讲有这个5条路就啊，头一条路啊，因为是看到先生来的厝，伊应该徛起来。你唔通讲坐伫高位卡下伫桌顶，那地姐若是来 ，Hello Mr. Lim， 特别你卡下伫桌顶，这个唔对咯。所以你就要徛起来 ，as a respect 有礼貌。所以对学生一家爱有礼貌甲先生。这个是头一条，看到先生啊，也有礼貌。Good morning sir， 这个徛起来。第二项 ，wait upon them。你条咩啊？到先生来了厝，你应该就行去。先生，你来到这边，欢迎入来，食咖啡。先生你来做下面 ，wait upon them。你买下面你知。看伊讲啊，我要甲你阿爸讲啊，好先生，你坐好无？我去叫我阿爸来。所以，伊这第二条就不大讲，应该你本心教你先生。第三条，伊若是到底学堂伫教你物件，你着小心注意，因为这物件啊，伊做先生，伊的责任着要教你对，咱伊若是教伊。你知一个先生，马仔伊要教，今日伊想，伊安怎写安怎贴，所以若是教的先生，伊 prepare 好时，连愈做行事，你就要真正专心听看伊讲，and then 听伊话，伊叫你讲来，你来，伊叫你坐，伊讲你看我安怎做，你看，所以eager to learn是第三条。因将热心爱学先生教，and 第四项 personal service， 你看先生要欠往下面，你唔通讲，当兵，angkat kopi bagi saya guru， 请kopi好啊先生，唔通 personal service， 那是先生啊，你就要有钱，你就本身行入去，请一后kopi先生食茶。先生，你为虾米我做路？先生，这个要拿去多少费时候？我载哦路，下伫我车，我叫我鼓励下伫车，然后我载去，我去报仇路。伊这里叫阿妈第四项是 personal service， 本身要来教卡手先生，安尼才有一个叫做学生的情。第五项，伊若是所教是伊叫你讲啊 ，attentively receiving their teaching。伊去教你会点啥？虾米物件你莫拍插，你渐渐上，你渐渐看伊，真正注意心要关，要看伊教，因为伊要笑个真正久吧，你才教着你即安尼款的路。所以这个5项不大讲啊，是学生要对待先生，伊就要安尼做。落来咱就知啊，先生。看到安尼款的学生，伊就要安怎做？伊本有5项，安怎样？我要教伊的路啊！我要看一个囡仔，伊聪明伫倒路，我要教伊着这个聪明的路。伊无爱去山教，伊无讲搭上的要教了人了，如本是上无。伊看一个囡仔，伊另外特别教，特别报道。你用伊路，要安怎互一个报道囡仔变教，这个囡仔教，个可以靠较教。所以讲啊 ，he trains him so that he will be well trained。教时甲3摆，伊有影，真正圆满伊的地位。第二项 ，teach him in such a way that he can understand and remember。一个人一个用心，也是强才。伊就要想，我这个囡仔，伊真正聪明。特别你若是聪明的话，你教伊，气较深，伊较明白。
咱伊若是戆戆，你去较深，伊无明白，所以你看伊特别想好好啊，一个囡仔一条路，这个就是讲啊，伊用伊下界安怎要要管。第三项 ，thoroughly instruct him in the law of every literature。咁我一做先生，我要教我学生，三摆伊好趁食。你叫伊做文伊会文，你叫伊做武伊会武。你唔通讲教伊文啊，你睇恁牙只叫牙齿顶着牙只齿顶甲齿顶腿来讲，你讲了去啊，你看袂晓讲齿顶啊，你啥会啊？篤篤攞下啊，伊齿顶坏了。所以逐项伊教即个学生，逐项会做文会武会，伊酷较教，伊教伊酷较教的咯。第四项，我一个先生。我朋友教了本是先生，我介绍我一个学生真正教，咱都来讲，那这个是我朋友来，咱别叫我先生看到，哦，这个囡仔故事啊，Mr. So and So 讲我听，伊是真正聪明的囡仔，所以学了伊个学生互别个先生听。第五项，这个先生渐渐想，我这个学生。安怎要可以真正好趁食？这个若是要叫我吃起来真正久，安尼他老看真正快，安怎慢了几年啊，路会荒了啦。他老我要去第三项，第三项就是讲啊，当兵就是阿爸甲阿爸阿妈甲囝甲后生后生甲囝啊，落来是。叫做男兵，男兵就是讲咱的一个先生甲学生，落来伫咱的家食是啥物啊？叫做西兵，西兵是查甫甲查某红食，这个红食你人要听好看，若是一个查甫，伊若是谈了一个某，伊爱有一个五项对待伊某一个五项。若是一个人，若是对待这某这个五项，伊本结尾本是去天顶的人。这个五项是咩？头一项若是这查甫交往着一个某，嗰是差不多真正好的某，伊应该尊敬伊，应该讲话细致话，唔通讲错话甲伊。看伊像甲我的兄弟啊安尼，兄弟啊辈安尼。唔通贪心，唔通想讲苛毒伊，这个就是讲伊 honor 伊真有尊敬这个查某人，这个是头一项查甫的责任。第二项啊，唔通欺嫌骂伊，互人听，有的人红只牙咯，他顶你看伊去外面，哎呀，我某啊，真正惨哦，落咧互人听，逐人。这个啊是红食的事，假如你无遐欢喜，你慢慢听来讲。所以这个不道教，袂使 despise her to others， 就係講對外人，你不應該你咪抄無落用無蝦米，這個就是你害死你家己，咱大人看衰你嘅家庭。第三項 faithful。老實無事啥亂做，這個咱唔使講，咱知應該紅某特別真正老實，你話唔通教完了佢去找 girlfriend 真正濟，查某唔應該講去找 boyfriend 真正濟，節是節，喏是喏，安怎樣不能伊是我查甫人。And then 第四項 ，by handling over authority， 應該咱若是教完了啊。家庭嘅事應該咱交互查某人，查甫嘅責任故事是去趁食。特別看下一個趁食，我想較濟無紅食，攞去做先生，攞去本去趁食，了就是要搞厝，所以這趁下住戶直直變。So hand over authority to her， 嗰啲出來應該是查某人嘅責任。And then查甫人伫外邊 ，and then 第五項 ，providing her with authority，想
providing her with 这个第五项啊，应该咱啊有时查某人去做这物件，伫对待咱好好，应该咱一年几道咱想，我查某人真正好，一般时咱好啊，咱无像阿某人，阿某人逐代志讲 I love you， 我再讲 I love you， 当人来讲 I love you， 伊句啦，you love me 阿爸，无。当人是啥物啊？我 love 你，生日的时我互你一个 present 点点。Jenny 啊 ，Jenny 我互你这一包，哈咪来？唔知啦，咱那边你写字 I will always love you until I pass away。点点，唔使讲 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 点点 ，love 是安尼，唔是讲点点念，吹 I love 那边你是。爱情嘅别人袂使，所以这个就是啊，你告我告你，你鸟我鸟你 ，and then 我爱答你情 ，and 你本爱答我情，这个就是讲啊，查甫要对待查某 ，and then 查某要对待伊查甫人，安怎样？本是这个5项，到底出来嘅家庭嘅工课，伊做甲3摆无一项失败。一个月家庭9个，我吃烧油了，太定无点声糖了，唔知怎样。第2项，伊袂使讲啊，我的亲情我真正好，我大部人的亲情，甲了我无虾米插，这个袂使。到你爱人的你爱人的，你爱这个大部，你本应该爱伊阿妈，甲伊阿爸，甲伊。细个甲细节是无？细个甲细节，你就要甲了想，你袂使讲我的兄弟啊，我较亲，伊的兄弟啊，我无亲。You must be respectful and hospitable。对待伊的朋友本是上甲我的朋友，伊的亲情本是上甲我的亲情。安尼就是讲你行的路是真正好的路。And then be faithful to him。这个啊，查某人袂使去乱做，你袂使乱做，你后过本是天顶的人。第4项，伊旧时的福的点声，查某人较济是大厝，伊若是赚啥物钱，来讲啊，这个我赚的钱啊，这个你收，所以应该伊赚的钱啊，查某人花事，查某人收，真正济来咯，才有的人啊。第一，若是有钱，伊直直开到无钱了，伊转来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啊 ，home economy 无好势。所以这边啊，伊有讲啊，查某人的花事就要顾伊家庭，3摆逐项照教好势，然伊存了别日，若是查甫人想要做虾米 business， 向边伊摕出来，鼓励出来。伊袂使讲存了是我的啊。skill 是老人的，安尼才对。咱第5项，虾米物件伊所做啊，伊想到真正好势了，伊无你才做。伊毋通讲啊，想到做到无，伊 plan 甲真正好势。这个就是讲，这个对叫做蓝饼里面是红食。你人唔通看这个红食啊，有当时若是这个若是红食啊，伊人真正好啊，唔使讲这个大啲即时伊人来对，伊人别日是去天顶。这边我讲几哪条的故事互人听。若是一个查某啊，伊要离开，你看维萨角的 story， 你人有看无？我有讲老地维萨角查某波斯王。你看伊要去离，伊妈在囝婿要来带伊转的时，你看伊阿爸互伊10个 advice， 叫伊讲你会记这10项，这10项伊阿爸叫伊，查某喂，妈在你要去食人的米了。这你这句话你听好，妈在你食人的米，但是无食爸爸的米了，你要去食别人的米。你就会记这个10项，头1项，你要知外面的火唔通举入
来那边，外面人四川讲咧，大埔人唔好咧，五官唔好咧，鸟唔好，你听，这边可以出，唔通对来恶话来去吹诉个了。安怎样本是你大埔人，你五官个咧鸟，你不应该去占外面的人。那边的火唔通惹出外面，那边咧大埔人歹生地，还是咧五官，还是咧鸟恰白白，你唔通去本出外面讲，哇，我鸟歹啦，我五官歹啦，我大埔人歹，这个那边的火唔通惹出外面的火，这个你要知。第三项伊讲啊，人若是好，你就好，是意思是讲咩啊？人不管是隔壁厝边啊来甲你借物件，咱你借伊去，隔几日伊也都对来还你，安尼伊后过伊搁要来借，你应该借互伊。第四项，伊若是无好，你唔通好，是虾米啊？有当时来甲你借物件，借了伊无还。所以应该别个伊来借，你甲伊讲啊 ，sorry 唔通。这第四项，第五项，有当时好你本借，有时伊无好你本借，这个就是讲啊，亲情若是有诶啊，亲情是朋友真也巧，所以你无路伊来找你啊，而你知伊啥坎坷，应该好啥半送半好安尼，所以这个啊，因为伊巧伊硬。你应该啥看破？这第五、第六项，伊家的查某囝讲，你要坐双双，咱你在迄个地人去听话，虾米所以叫你坐双双？伊讲你做新妇啊，阿哥阿爸咧鸟甲五官伫坐，你唔通去坐，你就要徛起来。咱你伫坐去做物件，点无点伊人入来。应该你徛起来，所以那是叫做坐双双。无半人的事，你做你坐甲你爸爸，但是有时大人应该你徛起来，所以叫你讲是坐双双。第六、第七，伊讲啊，食双双，食双双这是古早长山你知，那是新妇来教会啊，新妇就食饭伫倒讲的位。and then 啊，你看大人食饱了，新妇食安尼样，这个是国家牌，摊啊无，摊啊白白坐。但是你要坐虾米啊？你来做新妇不应该敢 bring up the food， 我要食头先，我不到腰我食头先，袂使。五官食，鸟食，大埔人食，then 你挖落去，把你才有礼貌，所以就讲食双双。困双双是虾米？伊毋是叫你早早去困晚晚去，伊叫你早毋使早早困，你较晚困。安尼当中人好死了，你做新妇，你就要选看后尾门带无，头前门带无，当中甲了好事无，然你才去困。甲了人困了，你才去困。明仔你就要较早起来，所以这是第八项。第九项有得有讲。一个人应该啊，一个一个火，因为古时无火气的，古时若无火气就安怎做？大人就跑火，又点咧就跑火伫厝，所以你知啊，迄个火唔通花，所以你做要搞去跑火，唔通爱花天茶。and then 你搞咧家庭的红光，虾米是叫做红光？啊，鸟甲五官是正红光来，你若是不好的人，你人把日爱落地嘅，所以一个一条个食一个。咱过一句佛有讲，你知无？你人做查某人，有了有7号款的某，咱那7号款的某啊，若是讲你到了9号款的某，有诶摊去天顶，有诶摊落地嘅。头一个某，逐个爱去天顶嘅是啥物啊？一个伊查甫人相加一个一个阿嬷伫个后生呢，伊叫 motherly wife。一个查某伊看迄查甫人相加一个相加些兄弟啊呢，伊叫做 sisterly wife。过一个啊，伊真正个伊查甫人
，and then 伊叫 friendly wife， 伊看大波人上啊平等安尼 ，and then 伊讲话真有礼貌。咱第四项，伊叫 difficult， 伊叫这叫做伊叫做 servantly wife， 上个路仔拖个半死要互家庭快乐。这个四项不达讲，若是离开了世间，伊爱去天顶。了3款的某死了爱落地狱。and 这个3项是咩啊？头一个是叫做 difficult wife， jury I am。第2项的 domineering wife。自己家要吹数呢，大行伊要 handle 要 control the husband，and then 自己家唔堪兴嘅大波人，and 这 difficult wife、domineering wife， 甲difficult domineering wife、troublesome wife， 哎呀，大只要吹数嘅啊，伊无暗沉，伊无爽嘅，所以这个3项嘅较早嘅大波人甲参摆头毛乌唔变白。所以这里改了是爱落考的所在，你到这边点声到了，所以我跪了新疆，我才刷落这个啊。所以我再见去路人钱啊，大约路人听经跪节了，唔知啊。所以来到这边咱来回向啊。我有7点钟有了啊，7点钟啊。所以都要念这个回向经，一当咩呀的能糊涂。Sukita hontunya teyo idang me nyatinang hutu Sukita hontunya teyo idang me nyati